我係香港嘅執業會計師，咁亦都喺澳門係長時間就係受到唔同嘅大學就邀請去授課啦。咁而未來我亦都係喺廣州準備大展拳腳，咁就係大家所講嘅大灣區人啦。點解我會係開始去籌劃喺廣州嗰邊去發展我嘅業務？就係一位前輩，咁佢就同我講其實我喺香港都不斷去講好多唔同嘅上市規劃啊。咁其實喺廣州亦都有好多企業，其實佢係想去香港去做上市嘅喎。其實佢哋都符合香港嘅上市門檻嘅條件。咁不如我嘗試去廣州去發展啦，亦都可以喺當地去授課，講多啲唔同嘅會計知識，講多啲唔同嘅上市知識，咁就令到廣州嘅企業都會係去考慮喺香港去發展，去令到就係廣州嘅企業亦都可以係去吸引到國際嘅資金。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希望就係以一個中國香港人嘅一個身份去廣州，令到呢一件事係普及化啦。喺國家15規劃嘅底下，我相信企業出海整個配套，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唔同嘅政策配合，而我相信喺未來我哋身為一個專業人士，絕對會係喺中國甚至喺全球嘅舞台得到成功。